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1日，约拿书2章9节安尼讲：总是我要用感恩的声献祭予你，谢我所希愿，拯救出自耶和华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用感恩献祭予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施了公义甲公平的上帝，你用公义做衫穿，用公平做大鞋，你予敬畏你的人得你的祝福，总是歹人伫你面前徛袂牢。主啊，你以爱愿维护公平，实践公义，这款的人就要有真正的福气。主啊，阮的一生所要努力的，就是听你，荣耀你，也要听人亲像家己。主啊，阮要行袂实的事，你将阮带倒转，互阮通领受救赎的恩典。主啊，阮无通献什么予你，总是阮要用感谢的声献祭予你，谢阮所希愿，因为拯救是出自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